創新科技學生會喺2009年5月成立到而家，已經招募超過400個對科學工程有興趣嘅中學生成為會員。會員透過參與唔同活動，既可以增加對創新科技嘅認識，又能夠率先體驗大學科研生活。由香港中文大學同上海交通大學合辦，為期7日嘅創意機械人遊學團喺2010年喺上海舉行。20個會員唔單止喺上海世博園區參觀增廣見聞，而且喺交通大學教授嘅指導下，學習編寫控制機械車行走路線嘅程式。會員更加發揮創意，製作遇到障礙物會停低拍攝照片嘅機械人，獲得一班教授嘅一致好評。暑假期間嘅校際系統建模與優化競賽夏令營，俾中4至中7嘅會員學習系統工程嘅知識，並且體驗大學嘅校園生活。同學們到科技園參觀無線射頻識別技術 RFID， 製作介紹科學家生平嘅簡報，又運用營裡面學到嘅知識解決數學難題，爭取成為比賽嘅冠軍。8個我哋嘅會員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教授一邊享用茶點，一邊分享佢哋對科技嘅興趣同埋熱忱。佢哋更加得到高錕教授送贈嘅親筆簽名自傳同埋書籤。會員都為呢一次難得嘅體驗感到莫名興奮。由大學教授指導參與實習計劃嘅會員喺香港中文大學一啲研究項目上面實習大約1個月。2010年，我哋嘅會員嘅研究題目包括製作微陣列打點器、觀察唔同抗體同抗原嘅反應，同埋製作顯微鏡圖像描繪器，俾會員親身領略做研究嘅工作。以小組形式，由導師帶領安排訪問大學科研項目，將結果拍成短片，而呢啲短片呢，就喺一啲公開嘅平台，例如 YouTube 同埋本會嘅網站等嘅地方播放，俾會員一試擔任記者嘅滋味。同學透過我哋嘅實驗工作坊，學習相關嘅原理同埋技術。譬如循住感染嘅次序揾出帶菌者嘅源頭，將唔同大小嘅 DNA 片段分離，認識點樣利用 DNA 指紋技術證明親子關係，同埋用作緝兇嘅用途等知識。此外，我哋嘅活動仲包括暑期工程學習計劃、未來科技講座系列，同埋出任創新科技大使等，呢啲活動都俾會員獲得豐富嘅科研知識同埋經驗。